李新月，快到市局来，靳小天有消息了。哦，新月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找到小天了，他没事，又去执行任务了，不能回来见你。具体情况他都写在信里了。新月，你放心吧，我没什么大事。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太多，能九死一生的活下来，实属老天对我们的厚爱。我们都是好人，所以上天没有那么轻易的安排我们离开。我被车撞的时候，来不及跑了，只能从窗户跳出去。幸亏山崖下面有树藤拦着，才得以生还。抓捕胡志辉是我的职责所在，所以我没有回来。我现在已经发现他们的踪迹，我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你知道吗？险些丧命的瞬间，我想到了什么？是你，是你那双没有安全感的大眼睛，在朝我眨着。还有就是老爹，他那双充满信任的眼睛，一直注视着我。我曾经答应过老爹的事情，还没有完成，所以现在还不能回到你身边。但是我保证，当我再次见到你时，一定会平平安安的，不会再让你找不到我。哥，咱们在这儿都挖了好几天了，这个坐标范围太大了，能找到吗？废什么话，接着挖，把这一片地全翻开，也得给我找到。现在没多少了，兄弟们加油吧！提高警惕，这边。哥，找着了，拿来。司令官，就是他。哥几个，咱以后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啊！你还活着？辉哥，金小天儿。
阳集团特大贩毒案取得重大进展，主犯欧阳关山被击毙，抓获数名犯罪嫌疑人，查获新型毒品近100公斤，但其主要成员胡志辉仍然在逃。现发布 A 级通缉令，并联合国际刑警组织对跨境犯罪活动进行打击。有知情者请积极为警方提供线索。陈副局长，对不起，我没能当场抓获胡志辉，没想到胡志辉会引爆守卫城。这不怪你，你在行动中的表现非常出色。虽然没能抓捕胡志辉，但是擒获欧阳的账本对警方展开后续的行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陈副局长，我申请继续追捕。小田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胡志辉已经上了 A 级通缉令，会有其他警力配合工作。你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，我希望你调整自己，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学习成长。是。喂，新月，是我。董事长，警方已经查获了欧阳和胡志辉旗下的所有涉案公司，我们基本已经接管了山海集团旗下所有跟地平线小镇相关的业务。那一郎那边还是由楚之汉在直接负责运营，唯一的变化是以后他会直接向我们来汇报。由于我们已经预判了山海集团的违法行为，之前已经有所准备，所以目前一切运转良好。
欧阳犯罪集团终于落网了，这下我们就可以在镇上踏踏实实的做事情了。为人处事啊，都是以心换心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才能成就大事。是的，董事长，我们一定会记住的。新月啊，你辛苦了。没有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我经商这么多年，看得太多了。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你们年轻人可以认真的投入做事情。我是拼不动了，但是我愿意为你们开好路，让你们把自己的才华和热情都挥洒在香格里拉这个美丽的土地上。对，董事长，缇娜现在怎么样了？孔求索，菩萨保佑，她现在好多了。太好了，那我能去看看她吗？好啊，你去劝劝她，让她不要太苛刻自己了，锻炼身体也要适可而止嘛。好，我跟她说。姐姐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今天？没事儿，我就是过来看看你。哎，你训练这么累，我带你出去吃点好吃的。不行，我现在还在恢复期呢，只能吃健身餐。差点都忘了。你吃吧。精神真的好多了，看来真的要多运动才行。那当然了，所以说你跟我一块儿运动啊。我现在发现啊，锻炼真的会上瘾，只不过这种瘾是最好最安全的。你好好锻炼，我白天要工作，就不跟你一起了。白天有事可以晚上练啊，晚上我们可以视频，我教你做瑜伽，这样还可以助眠呢，第二天皮肤更好。行，听你的。董事长看到你现在恢复这么好，肯定特别欣慰。只不过，我要是能早点明白就好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我这一次真的让我奶奶挺伤心的。姐姐，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？我奶奶是和我相依为命的亲人，可是我现在的这种放纵不仅害了我，更害了她。她年纪都那么大了，我真的很恨我自己。不过不想那些了，反正我已经发誓了，再也不会碰那些东西。缇娜，你知道吗？人生最可贵的就是迷途知返，你能及时回头，对于奶奶来说就是最大的回报了。可以呀，啊，终于到了，怎么样，累不累？我跟你说，累死我了 ，boss， 这一路从上海开到香格里拉，那可真不是盖的。来来来，喝口水。光给水喝呀，不给饭吃啊？不光有吃的，来了还有酒喝呢。不是你这么着急让我把房车从上海开过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好事儿。什么好事儿？你猜猜。喜事儿，你 boss 的终身大事儿。谁呀？你猜猜。李新月。那剩下是我的了。对不起，剩下现在是我的了。哎呦，我没戏了是不是？你终于决定把自己嫁出去了啊？哎呀，人呢总得有个明白的过程。哎，不是，我这终身大事怎么办啊？我看你就入赘到云南吧。
奶奶，我们为什么来这儿？我们来祈福啊。可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，是真的吗？有用吗？业力抵不过愿力。我们来祈福，就是在我们的心里种上一颗美好的种子，然后我们就呵护着它，一天天长大。奶奶，谢谢你。I love you。哎，你们尝一下啊，这是方姨专门让我带过来的，她自己酿的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咂咂酒啊，对对对，咂咂酒。这度数高吗？不知道啊，尝一尝。怎么样？好喝。很淡呢，跟水似的。今天天气真好。对啊，感觉好好啊，就像回到我们房车之旅刚开始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聚齐了。是啊，我们5个人好久没有这样聚。真是很久。机会那么难得啊，直播啊？啊，说起直播，我突然想了一个东西。什么呀？我就知道有一天能用上。自己点开。什么呀？这两天，我一开始吧觉得你挺不靠谱的，后来觉得你吧特别靠谱，现在我觉得你不靠谱了。不是你到底靠不靠谱啊？你能不能靠点谱啊？你要是靠谱的话，赶紧给我们打一电话，告诉我们一声，我们就不担心你了。你到底去哪儿了？这趟旅行里，虽然我们2个人一直不太对付，每天都在互相 diss， 但是我在心里真的是把你当好朋友的。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你快回来吧。这两天，如果你在看我们的直播，我希望你跟我们联系，我们大家很担心。来香格里拉，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。感谢舒总，帮我把这个愿望实现了。这趟旅行最大的收获，就是在出发时候，我们都是陌生人，但到了最后，大家都变成了患难与共的朋友。我很珍惜这段友情。说实话，看完这个以后，我现在心情有点复杂。我那样不辞而别。好了，不说了，都知道你是有原因的嘛。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觉得我心情复杂？是因为我一方面感觉到感动，但同样一方面我感到很失望。为什么镜头一对到你的时候，你都没什么话给我说呢？你还说呢？你都不知道新月当时有多伤心，你还是人吗？是，我道歉，我道歉。你自罚3杯吧。好，感谢你们。说实话，真的，那段时间我也挺痛苦的，但是幸好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你们还在，我很感恩。你们不喝啊？就我一个人喝啊？等汉哥来了陪你一起喝。
啊，对对对，等汉哥他女朋友来了以后，他酒量好，可以陪我一起喝。女朋友？汉哥女朋友？新月都知道，你不知道啊？谁啊？他法国留学时候认识的一个混血儿啊。我不知道啊。Peggy 啊，他相册里有的，是吧？汉哥来了，来了，你自己问他，自己问他。这样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他女朋友，没骗你，真的是中法混血。哥，这行啊 ，boss。盛夏，我知道我这样的行为很唐突，让你觉得很突然。但是我一定要在我们旅行的最终点香格里拉这个神圣的地方，完成我的人生大事。这个戒指是我妈妈在我出发前给我的，她叮嘱我，一定要交给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女人。给你吧。谢谢。哥是最有品味的。哥哥做的蔬菜沙拉，出头辛苦啦，多吃一点。来，谢谢。慢点儿。我想我找到了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觉得我自己就像碧潭海里的鱼一样，傻乎乎的吃着杜鹃花，都不知道哪一天会被熊吃掉。但是自从遇到你之后，是你让我真正的了解了自己。在我最失落、最无助的时候，给了我信心和勇气。楚哥哥，我给你买了早饭。咱俩现在根本就不在同一个世界，我永远都不可能接受你。知道了。我一点都不想跟着你，但是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你是我在这里的全部意义。谢谢你，夏夏。我会陪着你，我会陪着你。加油！自拍，再来一张。哎，我刚刚看日历了，
说下周6就是黄道吉日。周6，干嘛呀？你说呢？我知道，你是说婚礼吗？你觉得周6的日子好，那咱们就定周6。那婚礼的风格，你希望是什么样的？西式的婚礼，我感觉跟大家都一样，没意思。要不然咱们来个藏式婚礼。好啊，那就藏式婚礼。反正家里的事儿以后都是你说了算，你想要什么婚礼就什么婚礼。我们俩打算办个藏式婚礼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俩怎么打算？什么怎么打算？他们在说婚礼的事儿，问藏式婚礼好不好？哦，藏式婚礼不错，就上次没办成那个。对啊，就是你不辞而别的那次啊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觉我照亮了整个车厢呢？行了，好好开你的车，吃你的狗粮。汪汪。我今天把大家找过来，是因为我跟凯文的婚礼就在下周了，时间特别着急，想请大家帮我出点子。我觉得你们的婚礼，不一定要在黄昏的时候办。可是那时候有夕阳啊，我觉得夕阳比较浪漫。但是这边天黑的那么晚，等到夕阳的时候都要几点了？你们想，香格里拉的夕阳多么有意境啊！一辈子就一次嘛，大家支持一下。新月，我那个线上预订房间的系统又升级了，我弄不了，你帮我弄弄吧。好，我来帮你。那我先去报房仪了，你们先商量一下啊。哎呀，你看这年纪一大了，什么都搞不起来。季小天，我真不知道新月看上你什么了，要不我早就打死你了。你刚才在房车上怎么那么冷淡？不是，我这不叫冷淡，我这是我的战略安排，这叫先抑后扬啊。可能我做事情比较含蓄一点，跟家汉哥不能比啊。他留学回来的嘛，是吧？他做事情自然比较直接一点。哎，那不一样，我这叫真情流露。boss， 你那叫女追男隔层纱，人小天那个男追女隔座山。小天和新月能到今天不容易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时间不等人。哎，小天，你说一下你的计划。我现在啊，说实话，我有点紧张。就是要拜托你们几个了。首先啊，我先问你们二位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想定在我求婚的时间是跟你们结婚同一天，你们二位觉得 O 不 OK？ 好啊，那天气氛好，肯定成功。行啊，我也没问题啊。好事成双，我取双手赞成。
那然后就是到具体的计划了。第一步就要靠沈佳宜，你首先要把李新月给我忽悠到赵里面去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咱们聊点事儿啦。哎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哎，你就别问了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走。哎，人呢？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准备的怎么样啊？所有的步骤都准备好了，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。OK。我现在有点尿急了。这，是你认真一点行吗？你来。来，干嘛？吃个牛肉干压压惊。这太紧张了你。不是，我把那么大一件事情拜托给你们，你们稍微上点心可不可以啊？我们很上心啊。你看，我求婚都成功了，你肯定会成功的，马上成功。怎么样？第一步已经搞定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了，加油。OK。哎，花呢？花呢？什么时候让我准备花了？我弄死你行吗？啊，弄死你！快去，快点！哎，别着急啊。小天儿，是你吗？金小天，你搞什么呀？给什么惊喜呢？怎么不说话啊？人呢？干嘛呀？怎么是你？汉哥，沈夏，哎，搞什么呀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准备好了？人呢？啊？人呢？不在里面吗？不在啊！不可能，刚才还在里面呢。真的不在啊？你们玩什么呀？不是你们安排的吗？没安排啊。我刚才把他蒙上眼睛送进去，确实送进去了呀，我就去找你们了。哎呦，人呢？天哪！什么情况？李新月身上有定位器，现在他的货运仓库。好，缉毒大队现在出发，前往货运仓库解救人质。行动！
发现这个。给，这是你要的定位器。陈副局长，我们找到定位器了。刚刚接到胡志辉勒索的消息，他调虎离山，争取了逃跑时间。你速回警局。是。这是胡志辉发来的交易地址，他要求用账本交换人质。我们昨天就接到边境警察的报告，就在这个位置附近，有几个可疑分子突然出现在此活动。这几个可疑分子很有可能和这次胡志辉绑架人质案件有关系。李队长，特警队还有多少人可以调动？已经申请支援了，目前有特遣小队已经待命。好，立刻出发解救人质。陈副局长，我请求一同前往。陈副局长，我想跟你说，就算这次的人质不是李星月，我还是会申请前往，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职责。之前胡志辉的案子就是我负责的，我比别人更加清楚里面的情况。好，金小天，我命令你马上和当地警方联系，协助特警队行动，目标解救人质，抓获嫌疑人。是。
遇见对的爱人有多不易，靠近时光才